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所制作的台南旅宿职人特辑纪录片，伫全美戏院举办首映会。台南市长黄伟綽特别出席，宣传台南市是旅游第一品牌的城市。你可以出国，但是更要知道本国。所以说来到台南，其实台南就是很多地方、很多东西、很多人都是很好。欢迎大家来台南。影片总共有2部，长度拢是30分钟，内容介绍优质的10间旅馆甲10间民宿业者，以纪录片的形式，探访感动人心的故事甲职人精神，呈现台南旅宿业者用心经营的友善环境。影片也会放伫台南观光旅游局网站，让大家来欣赏。透过镜头认识台南，透过旅宿职人的介绍，能够多来台南，我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这个粉丝来前来。观光旅游局表示，台南旅宿服务品质正伫咧提升，大房率拢得到拿到第一。伫今年的第1季也有非常好的成绩，趁着暑假旅游旺季，用影片来做宣传，除了让更较侪人看到台南的美好，也会当进一步带动观光人潮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